在地人在地前来讲南投的消息，南投高中为了响应教育部体适能的政策，特别举办日月潭铁人3项的挑战，即包括这个鸟兰山健走的步道、日月潭环岛的脚踏车，还有月牙湾这个立桨，总共差不多17公里，有78学生报名参加。校方希望讲会当培养学生勇敢冒险、挑战自我的精神。 南投高中举办日月潭铁人3项挑战比赛，有校长报国良陪伴，参加的师生开始进行各项体验。希望说我们的孩子透过山野教育、户外教育的部分呢，让这个更了解我们的乡土，然后也能够感觉到南投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，宜居的城市。3项挑战体验由进行爬山，一路拢是爬徛，学生认为这上硬头。到尾山路徛落架时，学生就认为上轻松。 那目的就是让选手跟学生们他们能够有充分的在野外，然后在水面、在山里面陆海空都有所谓的体验运动。为了响应教育部体适能政策做户外教育计划，南投高中特别选风景上地道的日月潭举办铁人3项挑战赛，希望让学生会让加接触大自然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